看蔡总统今仔日是到台北松山的主会堂来参加着母娘文化季辽境起轿的仪式。前总统马英九嘛有去，也毋过两个人无相拄。针对赖清德接受专访的时阵讲，家己若当选会是新气象。蔡总统来回应讲，整体执政的状况愈来愈好，嘛会反映你的相关的民调。点燃骑马炮。 绕境活动热烈展开，总统蔡英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两位女性的政治人物做伙造访松山主会堂，参加母娘文化季的活动，祈求国泰民安。继续拍拼，继续做总统。民进党总统党内初选，蔡赖之争战火延烧。赖清德伫公布节目透露，曾经有讲过，若是赖清德当选，会有一番的新气象。知影蔡总统听了什么感想？ 执政的情况，是在持续的往上走哈，那人民也感受到了，也反映在相关的民调上。谢谢。党内初选敲未定，党外对手嘛动作不断。导致国民党初选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造访北京会见川普总统，到底讲什么，使人好奇。那我的了解是，郭董事长进入白宫是为了再确认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案。 除了蔡总统、马英九嘛提早一步到位参选，不过马总统新汉三中案，侦查期间因为国家机密保护法监管3档规定，无被限制出境，但是即马就要满期啊，传出北医会重新评估，马英九可能会遭受监管。马英九好亲像无得到相关的消息，伊无加做回应，就毋知讲伊是毋是有甲麻烦的官司向母娘祈祷。